4月22是世界地球日，国立台湾博物馆也特别出华语、台语两种版本的绘本，叫《美小吹》，用19世纪英国驻台副领事苏文和加野生动物学家姜朴仁下过时代找找乌云牌故事做内容，希望各界来关注生物多样性议题。 用150当前，英国驻台副领事嘛是瀑布学家的罗宾苏文和做起头，讲伊找找象仔爸的故事。国立台湾博物馆新出一本绘本叫《美小吹》，用故事小解象仔爸甲台湾的生物，互大家熟悉。它是由国立台湾博物馆所产出的嘛，所以它对于很多史实的资料跟这些动物的造型各方面都非常的讲究。所以当初在绘制的时候，其实是有基于很多专家学者的帮忙的考证之后，才可以将把它绘制出来。 除了插图是照标本来画，规本册用下时代故事连接苏文和到即卖的姜朴仁，煞接姜朴仁用摄影机来翕象仔爸的婚日，但是几十冬来拢找无，宣布象仔爸绝种的过程。大博物馆表示，册名的用意嘛是咧提醒大家正视保育类动物的困境。现在很流行一句话，就是走着走着就散了。 那我们不希望捉迷藏这样躲着躲着就永远消失了，所以我们希望提醒国人一定要注重生物的多样性，因为我们还很多，比如说石虎啦、台湾黑熊，都面临灭绝的危机。 大博物馆表示，绘本头尾咧讲，即马时不时也阁会听到有人伫树林内看到象仔爸影，无的确真正是因咧甲咱美小吹，希望大人囡仔会当思考，象仔爸的消失是过度的开发，还是环境改变的因素。记者伫甲无哩台北采访报道。